龙年要到咯，新竹市香山地区一间庙寺哦，用68万的一块的银价，3个月时间做出一尾钱龙，咱做回来看卖。这尾金黄色的钱龙外形看起来唔那活跳跳，而且我近一个看，竟然是用1块的银角做出来的，民众拢赶紧摕手机出来翕相。亮片，然后现在直接一看是金币，那亮晶晶的，亮光光。哦，我第一次看到，真的哈、金光闪闪的。本来预计是58万，语义是让我发的一个概念，因为1元复始嘛，那我发的概念，那完成之后呢，其实已经远远超过了68万。台湾美容艺术老师叶俊南利用68万的1块的金角去靠金角材质歹固定的特性，用3个月的时间豆豆啊做。真不简单，再完成。我们原先的发想呢，其实在10年前就一直很想要把它完成了，但是一直都没有机会，因为碍于其实金币真的要完成，其实它克服度非常非常的难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们尝试了好几百次，才好不容易把它这个金币呢，把它促成一个立体感。钱龙边啊，佮利用麦啊、参台啊等等，增加钱龙的艺术感。创作者表示，冇代表我国丰收的意思。庙方甲创作者拢欢迎民众在过年时来遮赢钱龙讨一个好吉兆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